講到最近多位前輩離世，包括同佢感情深厚嘅許紹雄，阿蛇就直言對生死有所領悟。生老病死係必經階段嚟嘅，係咁，因為始終都要繼續咁向前行，同埋繼續做人噶嘛，係咪？咁反而令到我更積極咁去面對就係既然一生係咁短暫嘅，咁我就會真係利用我呢一生去做多啲我認為可以幫到人又好，滿足自己又好嘅事咯。阿蛇更加唔避忌話已經立下遺囑，立咗啦，係啊，早陣子啦。咁我搵錢咁辛苦，咁如果我有啲咩事嘅時候，唔好浪費咗我畢生嘅積蓄噶嘛，係啊，唔好亂咁用噶嘛。咁我梗係希望係以我分配嘅方向去，係咯。